是你？能不能尊重一下别人的作息时间？还有这个，第一，你不是队长；第二，这么丑，画的什么东西？嘿，最近时空之系开启频繁，妖风越来越强。说重点啊！用我的组合法吧，我们一起吧。不可能啊？为什么呀？来嘛，一起来嘛，来！我讨厌狗。狗？哎，狗东西？讨厌狗，跟组队有什么关系？哎，要知道女孩的心思，有什么秘诀吗？你实力这么强啊，一定很受女孩子欢迎吧？这个是自然。啊！教教我，教教我。追女孩是要有技巧的。最重要的是胆大、心细、脸皮厚。你要做的第一件事，知己知彼。后面还有8个通告，熬得住吗？这是答题提纲，别有打错。千万别答错哦。好了，这边采访准备了，准备好了。今天的快问快答粉丝福利时间，我们采访到当红影视明星秦墨。听说你曾连续拍戏72小时，拍完后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呢？撸猫。那请问你觉得自己是比较温柔还是比较可爱的人呢？比较飒的人。作为王导的御用女主，你觉得她看中你身上的哪些品质？好用。你真幽默。第二件事，投其所好，用真诚感动他。今天最后一个环节，来一张粉丝心愿牌吧。哇，是唱歌，让我们欢迎！抱歉，到时间了。秦墨，和我一起吧。现在这些私生饭脑子瓦特了，还是纸花？纸花怎么了？存放50年，不写不腐，地毯环保。我可是折了1个晚上的。欺负人。第3件事，越挫越勇，遇到挫折不可轻言放弃。秦墨，秦墨，跟我走吧。永不言弃，永不言弃。那是